喺今屆嘅世界業餘大賽啊，除咗喺泰拳搏擊組方面咧，香港攞到金牌啊，喺泰拳健康舞方面咧 ，Thai Aerobics 啊，香港隊咧都有非常之好嘅成績喎。喺首次舉行嘅泰拳健康舞比賽項目咧，香港可謂大獲全勝，取得咗2面金牌，分別咧就由歐以恒取得咗個人組嘅金牌啦，同埋由曾志祥、羅連娜加埋陳慧傑嘅3人組合，囊括埋團體組別大獎以及最受現場觀眾歡迎嘅大獎喎。其實得咗獎之後咧，先至發覺即係諗起自己係世界冠軍咧，都唔信嘅。咁覺得而家得咗獎之後，都仲未，即係有時要搣下自己，睇下係咪真係真嘅咯。今次一班港隊運動員咧都係業餘選手，公餘時間咧先至有得練習，能夠喺世界賽有咁好嘅成績，實在非常難得。咁其實咧，阿羅醫生佢嗰個診所咧就係咧做呢個運動治療㗎。咁咧相對嚟講咧，佢嗰度有啲儀器咧可以幫到我哋做到呢樣嘢咯。咁你可以錄低咗我哋做嗰啲咩，然後就睇翻啲即係 rewind 翻 play 翻睇翻我哋做成點，然後就喺嗰度 fix 嗰啲錯誤嘅地方。泰拳往往俾人粗魯嘅感覺，但係近年嚟咧亦都慢慢喺香港流行起嚟，有咁好嘅成績咯。相信泰拳咧日後會有無限嘅發展嘅。我就覺得以發展嚟講呢，係 Thai Aerobics 個發展會好啲啦。咁啊啱好多，因為而家好多女士啊都中意 keep fit， 唔單係女士，男士都需要啦。咁我都希望呢，我哋呢一次攞咗獎，以後都可以喺香港可以推廣呢個 Thai Aerobics， 多啲人嚟玩，或者話喺香港都可以有呢個比賽咯，係多啲人嚟參加呢個運動咯。